Hello，大家好，又嚟到花旗財富投資外匯短評嘅時間啦。我係陳樂瑤，今日係2026年3月11號。過去一周喺中東事件影響之下，匯市明顯轉趨動盪，並促使投資者投入美元同埋瑞士法郎等避險嘅貨幣，相對沽售能源進口國嘅貨幣，例如日元同埋歐元。但美匯指數已經從大概接近100邊緣嘅位置回落去到98.8嘅附近。中東局勢嘅風險溢價或者令到美匯指數交易區間上移，但係一旦中東局勢緩和，美匯指數亦都可能迅速跌至95或者96嘅水平。日元方面，花旗分析員繼續預期，當美元對日元逼近160水平，日本政府或者會入市干預買日元。美元對日元將會維持喺15至到160區間上落，但自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嚟，外資一直增加投資日本，預計呢個趨勢將會改善日元嘅潛在資金流，並且會促進日元嘅長期復甦。花旗分析員維持預期，美元對日元將會喺年底前跌穿145嘅水平。加元方面，雖然油價飆升，為加拿大帶嚟通脹嘅風險，加拿大經濟對油價變動敏感度已經降低，而加拿大領先指標顯示產出缺口持續負值同埋通脹放緩，所以花旗分析員目前仍然預期加拿大央行喺今年將會繼續減息。整體而言，美元對加元喺2026年上半年嘅上升空間或者受制1.39至到1.41區間，下行空間或者受限1.34或者1.35水平。另外，加元較大機會跑輸其他嘅非美貨幣，投資者可以考慮沽加元買入澳元同埋紐元。今集嘅外匯市場短評時間嚟到呢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